每個人身上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，許多時只要我們能夠多留意別人的感覺，多照顧別人的利益，以寬厚仁慈的心來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，除了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外，也可向犯了錯的對方提供冷靜反省的空間，使他們幡然醒悟，自戒自律。一個寬容的人，到處都可以與人結下善緣。接下來讓我們看看這個故事。一日，夢昌大師乘船渡河，剛開行之際，一位將軍在岸邊叫道：船夫，等一等，我也要渡河。船上的人議論紛紛，都說道：船已經開出，哪有回頭之理？明天請早啦。但大師卻對船夫說：與人方便，你就回去載他一程吧。於是船夫就聽取大師的意見，將船掉頭去載將軍一程。船又回到岸邊，將軍上了船後，他扭頭四處張望，疑惑地說：咦，沒有座位了嗎？於是他轉頭望向大師，非常生氣地說：看見本將軍還不讓座。說完就朝大師打了一拳。將軍搶了大師的位置後，周圍的人對將軍發出了斥責：是和想求船家轉回頭的，恩將仇報啊！太沒良心了，真可憐。一會兒，船到達了目的地，將軍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，他急忙對大師說：大師，我真對不起。大師聽後選擇原諒了他。大師慈祥地對他說：不要緊，出外的人心情總是不好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世間什麼力量最大？忍辱的力量最大。被人欺負、被人誣衊與陷害時，總會教我們氣憤難平，甚至失去理智，一心要報復對方。倘若要不顧一切以恨報恨，以怨報怨的話，到最後只能招致玉石俱焚，落得個兩敗俱傷的結局。以寬恕的心治癒個人的痛楚，自然可使我們遠離仇恨的汪洋怒海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另外，唔記得追蹤我哋嘅 Facebook 了解新資訊。